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屏东高树广福大桥溪仔墘道路，昨下晡发生一件车祸，是4台机车连环撞。一开始想讲是落雨路骨，调查结果是有5个少年人烧酒要到舞台去佚佗，因为天气无好，怎无去？其中一个骑士来提议要来试车，结果甲对向2个人所在的机车来相撞，一声吃力，前后有4台机车拢做一伙。 有2个人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讲同工吼，疑似有一大阵的车友聚集伫这个所在，是因为互相驾车来出意外，或者是对路况无熟才会出车祸，爱搁进一步来调查。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，受伤人拄伫涂骹，拢袂认同，因为当时伫落雨，有人赶去摇雨伞甲炸雨。 车祸现场零件落甲满世界，有的车已经弄甲袂输歹铁啊共款，另外3台嘛真严重，可见当时弄了真烂。全部都捡起来，阿姨听没有？昨几个少年人约讲骑车去舞台乡耍，因为因为落雨，全咧取消。半路时有人建议讲要去高树乡广福大桥爆花道路试一个车的性能。 结果其中一个姓何的查某人，可能是路无熟，甲对向相载的车相撞，佮去扫到另外2个朋友，4台车相撞造成2死3伤。制作相关人员笔录后，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刑事相验。因为听说那里好像没有监视器或什么的，我都觉得他们当事人最清楚。因为这里人很少嘛，这边人很少哈。对啊，这也都我们很奇怪。对啊。 汽车哪会出车祸？进一步了解，发现讲现场真个车友敢若伫驾车。长中岛的开始啊，休息都不能说，无长中岛无几台，啊，我来硬看硬一台，我就甲这讲，你个看，一定发生代志啊。到底这件车祸敢是因为驾车所引起的？目前拢爱等待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